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 DRM Lab，我係阿 Ming Sir。今集咧，我哋繼續講蓆，一種好無辜但係長期被誤解嘅護膚成分。你可能聽過啦，蓆會生毛孔啊，唔透氣啊，洗極都唔甩啊，或者最經典嗰句啊，蓆咪真係黐喺洗手盤嗰隻膠，白色嗰啲咧，焗到個面出唔到氣噶。我哋都誤會咗蓆咧就係防水膠。咁樣就帶到我哋嚟第一個迷思啦，蓆係會塞毛孔。其實大部分嘅蓆成分，例如 dimethicone 係屬於 non-comedogenic 嘅，即係唔會塞毛孔，唔會生暗瘡，佢會喺皮膚表面形成一層薄膜，係幫皮膚鎖住水分。但咧佢又唔會入毛孔嘅，咁就唔會引起阻塞啦。而呢層薄膜咧唔係密封膠嚟噶，蓆本身嘅分子結構咧係排列鬆散，即係話咧係可以透氣嘅，空氣同水分都可以穿過，所以叫做咧半透性薄膜，令皮膚保濕但唔局促。所以咧亦都有啲膠布咧係用蓆膠製造嘅。第二個迷思，蓆就等於裝修師傅用嘅防水膠會焗皮膚啦。咁大家成日將蓆聯想到廚房啊或者廁所啲防水膠，覺得搽上面咧就會封死成塊皮。但護膚品入面用嘅蓆咧係化妝品級，甚至係醫療級。例如華五蓆養丸，佢揮發性高，用完之後咧覺得好清爽，皮膚係冇負擔嘅。而聚乙甲基蓆養丸咧，佢質地比較滑，咁咧就可以形成一層保護膜。其實咧，聚乙甲基蓆養丸咧係俾美國 FDA 認可為非處方藥物護膚成分，可以合法用喺治乾燥啊、濕疹啊、痕癢等產品入邊，即係講緊醫生級別嘅都用緊嘅保濕成分。而第三個迷思咧就蓆咧係好難清潔嘅，會積聚喺皮膚或者頭髮上邊。呢個又一個好大嘅誤會，蓆成分唔會滲入皮膚，亦唔會黐死喺角質層上面。你只要用一般清潔啊或者洗頭水啊都可以沖走噶啦，唔會積聚，唔會殘留毒素。喺 Paula's Choice 網站上面都講得好清楚噶啦，蓆化合物咧係極穩定、無菌、低刺激性，對敏感肌膚仲有一種好溫和嘅選擇。總結一下，蓆唔係壞人，佢係一個安靜而有效嘅保濕助手，令產品更好推、更滑手同埋更加舒服，連醫療界嘅都放心使用。有蓆唔代表唔天然，識分辨、識理解，先至唔會俾廣告嘅標籤嚇親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幫你破咗蓆嘅迷思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留言啦。我係阿 Ming Sir，下集我哋再講下蓆嘅實際應用場景，同埋做一個簡單嘅護髮配方。好啦，係咁先啦，拜拜。